地控用溪流溜机。金童有猜到任何他说的什么？因为他非常有诚意，但是我还是听不懂。欢迎来到夯艺版上松。那一样，今天要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独家暗自 say。没错，那今天一样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从佑腾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友天，做啲向爱用伴先生，牛曼。大家好，我是贝基，爱掉客家吧，穷下啦。差点变日文了，你差点变日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精通奶进來進來講客家話咯。我講得好好哦，我講得很棒哎。同會講客家話嚟，大家好，我係高先生，叫咩豆粉？大家好，我是瑞慈屏東泰魯館的 Albert。好，可以戴上眼罩跟耳機。好，拜託你們啦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客家案嘅提示，韓國用漢語念出來。成藥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通解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通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共同合作，團出答案是做得辦事業務流。那公布我們今天的題目嘍。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風箏。大家是在看上面，在看哪裡啊？完蛋了啦！還有多久？30秒。倒數5秒鐘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我們請翻版。有天的，是不是都要擦掉？玩搞睇咧 No，玩沒有天完蛋了玩要擦，搞睇咧，有的嗎？再也要擦，再也要再猜。永伴跟背玩要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是不靠这些字的。好，我们需要启发音老师的，可以开始 cue 他喽。共燃，共燃然后句就是提，提共燃提。溜機，溜機。好，那我们答案板先收起来喽。好，带着信心把金童叫回来吧。金童，一类嘢會講客家話嘅他们都准备好要给你的暗字 C 了，我们一样先从 Albert 这边开始。好，共燃提。公然的看，你猜的其實很棒啊！如果我是你，我也會這樣覺得。金童觉得我覺得要把他們的串起來，你就會對把他們串起來。 OK，江老师。背，唔係通過。哦，不是動物，但是 boy 男生 boy， no it's not English it's boy 哦，好，换飞机。做地控用溪流溜機。金童有猜到任何他说的什么？因為他非常有誠意，但是我還是聽不懂。那我们永伴難聊小朋友，該難聊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是一個物品嗎？名词，名词。你第一轮的答案是3連勝，講出來。風箏。好，你可以先说一下你为什么会答对吗？我剛剛有聽到難聊小朋友有風，然後會飛，然後他們一直這樣子，那一定是風箏嘛？你很棒，很強哎，很厲害。我们还是看一下
Albert， 你写的是什么？公园具，因为它原本是公园的玩具。因为我知道你听不懂，所以我直接把这个字当成飞了，就把“具”这个字当成飞了，所以公然踢，就让它飞了。好，总之结果是好的，恭喜啦！三点四，敢不敢来破我们纪录？对不对？黄金 team 啦，biu biu biu。汉语可以就是点熟熟，上爱讲尾是碌碌，天出爱看汉语板上熟汉语板上熟。春天来了，春天在哪里？小弟弟迎着春风放长了线，请风筝去打听。细时节健摆脱到了位该先生是问讲，万年叫做鸡肉土大家去用鸡肉该恩呀。唔係當風先當後點嚟嘅呐，我當老實聽少，我曉。該先生講，好，阿燦，你圖大家去做，我是圖大家去做啊。該做雞肉當簡單啊，你我下要該擺阿公婆，該要該香啊，老幾該當挑該香粉刮體啦，變到香雞骨啦，香雞骨是做嚟做雞肉咧。你嗱，該幾會看到？好啦，我啲啦，好啦，啲啦，好，我很奇怪，我以為係咪奇怪哦？見咩愛講嘅是雞肉啦，個雞肉是係風箏嘅意思啦。跳下個鋼線上佢講嘅乜嘅天當背嘅唔係同物哈，個雞肉是天當背嘅佢冇生命嘅當然唔係同物啦。不過講到個雞肉認為按照雞肉肉該是牙坡嘅意思啦，是老鷹啦，老鷹按照去綠腔你做嚟講係肉，不過下上英講，太田英為講牙坡，因為叫為牙雞子來說，所以按照牙坡。美語英講鷹鷹雞肉按國來講個雞肉個雞肉馬上最好搞，太最好搞啦！咩，小朋友最好搞啦！個小朋友是成人嘅意思啦。小朋友佢等好期間咪公然該為人搞啦，搞是玩的意思啦。你像玩水是搞水，好玩嗰是好搞啦。小朋友成人呢？搞普通人讀書讀乃為咧用雞肉等好，公然讀用等好，乃為人等為用該雞肉先中人等為。有班講先足風生風貼撇到，咪個叫講風做清酒該先足乃咧用雞肉等好，南寮五江村，該為咧就按照雞肉公然風箏公園該為風前多前招你就該咧用雞肉，背結果是結果哈，公然，嘿嘿，還有哪位人用雞肉等好嘅素材麼？係有你哋話睇下。留言老愛講，我聽出雞肉來不來去表不你看。好，那你这样子，我真的太開心了，我好喜歡聽。你的眼睛都濕了。我最喜歡聽他自我介紹，最精彩就是他自我介紹，好有誠意。你真的是有才華到不行。是真的有才華，騙我？沒有，你真的很有才華。要不要換我介紹？別的。